各位同學大家好，又係星星老師和你講中史啦。咁呢一節咧差唔多完咯噃嚇，八國聯軍即係差唔多完啦。辛丑條約嘅內容，1901年辛丑年啦，咁就慶親王奕匡同埋李鴻章分別同11個國家唔讀啦，咁簽訂嘅辛丑條約。咁一就係要賠巨款，咁你諗下。賠俾咁多國家，咁國家出兵費，所有呢個軍事行動嘅費用全部要俾啊！咁樣就中國要向列強賠呢個4億5千萬銀兩下，都唔知點賠啊！分39年清還，連利息咧，連埋利息，即係一次過還唔到噶嘛。咁於是你遲啲還就計利息，就9億8千多萬銀兩下。咁咧就點俾咧？咁樣俾唔到咁點啊？俾唔到就以關稅同埋鹽稅作為擔保，即係你俾唔到就沒收你嘅關稅同沒收你嘅鹽稅嚇。好，跟住以懲兇賠罪最大嘅禍首係邊個？就慈禧。不過如果假設你要罰阿慈禧話咧，一定簽唔成。咁最後結果咧就只係罰官員嚇，所以咧。即係好唔公平㗎嚇！即係最大個老闆咧就做錯決定，就唔罰嗰個老闆，就罰啲下屬嚇，罰啲前線人員啊。好啦，咁啊懲辦眾秘義和團嘅官員啊，冇慈禧份，派親王咧去呢個德國同日本謝罪。點解？因為有2個重要人物咧係死咗。好啦，咁啊置使館區。北京劃定使館區，各國自行管理同埋駐兵防守，即係咧唔俾你咁容易咧揾啲人咧嚟搞亂啊嚇，咁嚟燒個使館啊，殺人啊咁樣。區內係唔准中國人居住使館區，咁點解？因為避免呢個嘅衝突嚇。好，拆毀炮台，拆毀大沽口炮台同埋北京至大沽口嘅沿線炮台，等你冇防護嘅能力。咁就冇防護能力，就唔會再有亂事啦。咁亦都係咧，就係可以話令到呢個更加容易被列強所控制啦。北京同天津海同埋三關沿線鐵路咧，都准許准許外國駐兵啊，各國駐兵啊。好，禁運軍火呢個係即係姿態上啊。停止軍火同埋製造軍火器械2年，即係2年等你唔可以製造武器。禁止排外，禁止中國人成立同參與仇外嘅組織。好，設外務部，各國總理事務衙門為外務部改名啫嚇，地位喺6部之上，等佢可以有話事權，同呢個就外國人咧就傾嘢。停辦科舉，姿態上嘅啫，罰你哋唔俾你咁中意考科舉，就罰你哋唔准考科舉。部分外國人受辱同遇害地方裏邊咧，停止文武科舉5年嚇，罰嗰個地方嗰啲人啊嚇。好啦，咁就影響，我覺得都係深遠嘅嚇。咁最大影響咧，我覺得咧就係呢個嘅東南互補嗰個，東南互補直接影響呢個，直接睇到係辛亥革命出現的一個嘅苗頭啊，就係地方勢力嘅脫離中央嗰個嘅狀況可以出現嚇，即係地方唔聽中央話啦嚇。好啦，咁就義和團咧就招致咗八國聯軍入侵啦嚇，清廷不敵戰敗啦嚇，咁被迫簽呢個辛丑條約啦。對中國危害無窮啊！好，一就係喺條約之後咧，京畿即係呢個首都啊，國防咧就動開啦。咁咧就義和團事件平息之後咧，列強咧雖然維持清廷嘅統治，但咧冇瓜分到中國啊。但係咧就加強對中國嘅控制。辛丑條約規定咧，可以喺北京劃定嘅使館區自行派兵駐守同管理。咁咧就即係國中之國。好啦，咁因為派兵駐守嘛嚇，咁所以咧就好似咧就係呢個獨立區咁樣。好啦，呢個使館區就係獨立於中國以外啊，獨立於清朝以外咁樣嚇，所以個國中之國。好，又要求咧清廷咧拆毀
大沽口炮台同埋京畿戰略要地一切嘅防禦工事，准許列強喺北京同天津，下一點嘅話，准許列強呢喺北京至天津呢就係沿鐵路駐兵，好啦，令到咧就列強如果假設要打中國咧就好容易啦咁樣嚇，所以京畿門戶大開，國防準則。好，喺3點裏邊，邊個緊要啲咧？如果係平心而論，我覺得咧就係使館區駐兵咧就唔係好多嘅啫，即係其實唔係好大件事嘅，因為問題你住得幾多人啊嚇咁啊？譬如2000咁樣，2000其實好少嘅啫嘛，如果對比於北京首都軍隊。好啦，咁就拆毀炮台咧，就真係會令到咧就係如果各國係真係入侵嘅時候咧，你係冇咗防禦設施，我覺得呢個影響會大一啲嘅嚇。咁啊，沿鐵路駐兵咁亦都係啦，鐵路駐兵你駐得幾多啊？其實都唔會駐好多啫嘛咁樣嚇。好啦，所以我覺得拆炮台嗰度係如果假設話京畿國防洞開就拆炮台咧，就係嚴重一啲嘅，即係重要一啲嘅。經濟更形枯竭嗱，呢個係我覺得係非常之真實。點解？因為個賠款實在太大啦嚇。辛丑條約係巨額賠款啊，導致清廷咧負債累累啊，疲弱經濟更加枯竭。好啦，咁就清廷為咗償還賠款咧，強迫各省攤派咩意思？就係各省地方平均要俾錢中央，唔理你點嚟啊啲錢，總之你俾多啲錢中央嚇。好啦，於是既然各省要攤派，即係俾多啲錢中央，各省就自己揾辦法去加稅啦，係咪？好啦，就加徵田賦啦、營業稅等等嘅啦嚇，咁令到咁樣壓落去嘅話咧，錢都嚟自民間啦嚇，所以民眾嘅財政嘅負擔就好重啦。話條約亦都規定清廷咧喺還賠款之前咧，需要用關稅同鹽稅作擔保。咁因為問題你未還到，你就要即係好似而家你揾銀行借錢都要揾擔保啦。你買樓咁樣，銀行借100-200萬俾你，咁你都要100萬，而家買唔到香港啊，幾百萬俾你咧，咁你係咪要即係你個層樓要按俾銀行先啊嘛，咁先借俾你嘛，咁你先買到樓。咁樣擔保就係嗰層樓啊嘛嚇，作為即係按咗俾銀行。咁現在咧就你而家未還到錢喎嚇，即係爭我錢未還，咁於是揾啲咩嘢擔保咧？就揾關稅同鹽稅作為擔保。列強有喺戰後乘機威逼咧，清廷簽訂咗一個改定通商行船條約，奪取咗一個通商、鐵路、礦務嘅權益嚇，即係呢啲嘅經濟嘅一啲嘅設施行為咁樣啦。令到中國嘅財政啊、金融咧係操縱，俾列強操縱，即係列強操縱住呢個經濟啊。好，跟住嗱呢個經濟枯竭就都預計到啦，因為要賠巨款啊嘛。但係我覺得跟住呢一點咧就緊要啦，因為呢個直接影響到清朝嘅亡國啊。好啦，咁就慈禧太后同搜救官員喺義和團事件同8個年咗之後咧嘅愚昧。點解話愚昧咧？佢相信一班有神力嘅人去打仗嚇，係咪愚昧啊？咁而呢班義和團嘅行為咧係非常之不文明嘅野蠻行為嚇，咁所以其實咧佢係一個愚昧嘅做法。咁你清廷咧就威信掃地嚇，即係有知識嘅人都覺得係哇呢個政府搞乜鬼，做啲咁愚蠢嘅事啊！因為政府做咗咁愚蠢嘅事，即係政府都唔方好啦，係咪？好啦，咁有志之士對清廷咧就開始絕望啦嚇，咁認為要推翻滿清冇得救噶啦，推翻佢先至去挽救中國，因為你行嘅政策錯得咁緊要嚇，咁就咧就覺得係冇得救嚇。咁於是有唔少人就投身革命啦嚇，於是革命運動就漸漸蓬勃啦，最後結果咧就係令到辛亥革命嘅成功。好啦，跟住下一點地方勢力嘅增長，我個人覺得呢點係緊要嘅。你睇翻辛亥革命嘅成功係武昌起義嘅成功，只係得武昌一個地方啫嘛。咁點解突然間會令到清朝亡國咧？因為其他各省即刻紛紛宣布獨立。各省紛紛宣布獨立，點解佢咁輕易宣布獨立咧？因為佢已經有脫離中央嘅諗法
好啦，咁就而出嚟中央諗法係點嚟咧？咁樣，因為其實就係中央嘅愚昧咧。之前頭先講過啦，係咪？咁同埋地方勢力咧，係即係有能力去咧，就係話事啊，自己話事嚇。地方勢力日增，清廷下令咧宣戰嘅時候咧，東南督府就拒不受命啊，反而私自同列強咧就簽訂咗東南互保呢個東南互保章程啊嚇。好，再間一間佢先啦，等你咧就記住佢。好啦，慈禧太后咧唔單止咧就冇追究，咁加佢哋稱佢哋為老成謀國。好，冇追究咧，就即係覺得佢哋冇做錯啦，係咪？咁即係認錯啊！即係慈禧就即係認錯啊！咁就於是認錯就即係表示中央係做錯事啊！中央做錯事，不過認錯都好，起碼如果唔係你唔認錯嘅話咧，你堅持撐落去咧，呢班嘅地方嘅督府都未必咧係繼續支持個政權，係咪？而家認錯啦，咁啊就但係咧認錯咧就威信咧就大降啦。咁樣就政權咧開始搖搖欲墮。如果假設定係如果現代民主政府嘅話咧，咁你唔緊要幫我選個第二個投票。咁啊而家唔係噶嘛，而家你冇得投票噶嘛。呢個清朝下就係滿洲人統治就滿洲人統治啦嚇，滿洲就等於中國，中國就等於滿洲噶嘛。喺咁嘅情況咧就你而家威信大降，就於是政權咧就可能咧要即係大家唔信你嚇，搖搖欲墮搖搖欲墜係咪墮係欲墜嚇？完全就依賴咧各省嘅支援咧，即係地方反而咧有能力嚇，中央就冇能力又做錯事。好啦，而當時咧地方督府因為掌握一方嘅軍政財大權啦，咁因為呢個嘅原因就係喺之前洋務運動嘅時候咧係下放咗權力俾佢哋自己組織軍隊啊嘛，所以之前喺甲午戰爭都講過啦，李鴻章應該講嚇北洋南都屬於李鴻章啊嘛，其他人係調動唔到啊嘛，咁屬於佢哋。咁因為之前係下放咗，等佢建立個軍隊嘅時候咧，就因為中央冇錢啊嘛，所以叫佢地方自己揾錢啦咁樣。於是建立咗支軍隊咧，就變咗係屬於嗰個地方嘅首長基本上去控制住。好啦，咁就於是逐漸咧就唔受中央嘅控制。好啦，就為辛亥革命同時各省獨立啊，對最緊係各省獨立啊，同民初嘅軍閥咧都係有關係啦嚇，因為地方勢力嘅問題。好啦，民族喪失咗民族自信咁就義和團嘅盲目排外嘅野蠻行為咧，呢個直情係野蠻行為啦，係咪嚇？受世界嘅譴責啦嚇，以至外國人咧覺得中華民族本來都覺得你係強國嘅，有文化嘅，有文明嘅嚇，因為遠古文明，但係原來係咁樣嘅，原來咧做啲咁野蠻嘅嘢嘅嚇，咁咧就國際地位咧就進一步低落啦嚇，國人咧遭此慘敗咧，就喪失咗民族嘅自信心，覺得自己都好唔掂嚇，更對西方咧就奉若神明啊，咁啊就由以往咧就輕愛即係外國人啲渣嘢嘅咁樣嚇，又唔拜祖先呢啲冇文明嘅嚇，覺得受愛就唔中意外國人，就變成一個媚愛，討好外國人或者係懼愛，就驚咗外國人。好啦，咁呢啲咁虛嘅詞語咧就好難記啊！咁下低呢個招延伸就好好啊，即係呢啲咁虛嘅詞語咧就究竟即係點咧？咩媚愛懼愛即係點啫咁樣嚇？好啦，咁就下低呢個慈禧嗱，有個例子俾你記住一樣嘢嚇，你考試就答呢啲字眼得唔得嚇？咁但係你要明白呢啲字眼點嚟咧，就睇下呢段啊。慈禧太后出走西安嘅時候咧，發出一道上諭啦，表示今後清廷對外方針係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寬心嚇。突然間話咁緩和嘅寬心嚇，要求李鴻章盡量答允列強嘅議和嘅條款。好啦，慈禧回京之後咧，就喺宮中設宴招待外國駐華公使嘅家眷即係咧就係話招呼佢哋，咁呢個咪媚外咯。好啦，咁就駐華公使康格嘅夫人回憶話，佢雙手握住我嘅手，百感交集地講，我非常抱歉，為發生呢啲唔應該發生嘅事感到痛心。
呢個係沉痛嘅教訓。大清國從今以後會成為外國人嘅朋友，同樣的事將不會再發生嘅嚇。咁啊有意討好嚇，令到呢個公使夫人咧都認為熱情咗，過分熱情啊！咁呢個嘅媚愛背後就其實係驚咗外國人啦。咁所以媚愛同懼愛、輕愛、仇愛就係之前嘅嚇。之前咧就譬如好似洋務運動，即係咧就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係中國啲嘢正啲嘅西方嘅嘢咧，學去船堅炮利就得㗎啦嚇。輕愛啊，係咪？仇愛就係義和團啊，寫低幾個字俾佢記得嚇。洋務運動嗰時就係輕愛啊，係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啦。仇愛就係義和團嗰啲人咪仇愛咯嚇。咁啊當時起咗仇愛㗎嘛咁樣嚇。媚愛就即係討好外國人啦，即係下低呢度啦。咁討好外國人嘅原因就係懼愛。好，咁所以就記住呢幾個字眼喎嚇，好虛嘅字眼。好，呢個有個表嚇，方便你溫習嘅啫，冇乜特別嘅啦。係嚇，咁就呢一節就完結啦喎嚇。各位同學再見，拜拜。